河套合作區係國家15戰略下深港科創嘅核心樞紐，以制度創新為引擎驅動科技進步。特區政府正嚴格按照河套發展綱要所訂立嘅方略，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嘅體制優勢同一河兩岸嘅區位便利，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嘅建設步伐。土木工程拓展署嘅工程團隊為配合園區嘅高速發展，喺土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中引入多項創新嘅施工方法。其中，團隊於香港首次喺陸地應用深層水泥拌合法，成功將原本鬆軟嘅土層快速加固，為上蓋建築提供穩固基礎。針對2、3、5、6號大樓需建造大型地庫嘅特定安排，團隊同上蓋設計師緊密協作，一方面利用拌合加固層作為地庫開挖臨時支撐嘅一部分，另一方面有策略地減少地庫中部嘅加固範圍，從而大幅簡化挖掘工序。相比傳統施工方法，呢項創新嘅方法為上述大樓嘅土地平整同地庫臨時支撐工程節省咗近40%建築成本，同時將施工期縮短約一半。除此之外，深層水泥拌合法亦有多項附加效益。喺環保方面，就顯著減少咗泥頭車運輸所帶嚟嘅碳排放；喺安全方面，大幅壓縮現場作業人數，從而降低施工風險。而工程質量方面，土地承載力較傳統方法提升咗30%，有效降低地面開裂同不均勻沉降嘅潛在風險。土木工程拓展署憑藉呢項創新技術，加速完成香港園區嘅土地平整工程，為河套香港園區嘅高速發展提供堅實支持。我哋期望呢個創新施工方法未來可以推廣至北部都會區及大灣區嘅其他工程項目，進一步提升區域建設嘅效率同品質，鞏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